這餐廳怎麼那麼多人啊？老字號係咁噶啦，仲要自己揾位。嘿，去嗰圍等啊，嗰圍埋咗單噶啦。你怎麼知道？你睇佢台面有束花噶。這是什麼暗號嗎？廣東好多餐廳都係咁噶，你埋咗單佢就擺一束花喺度，提醒大家呢一圍埋咗單。咁大家都明嘅同時，個客又唔會尷尬，貼心嘅服務啊！哎，這怎麼還有一盆檸檬水啊？你點的嗎？唔係啊，我哋點咗蝦啊嘛，呢個俾我哋洗手噶，係專門有一盆洗手水啊！咁個客剝完啲蝦蟹，仲要去廁所洗手，咁行嚟行去好麻煩噶嘛。落直接一兜檸檬水，可以洗手又可以剔走啲海鮮味，貼心嘅服務啊！你冇廣東餐廳嘅專講究啊！唉，而家好多餐廳冇噶啦，以前仲有掀茶壺蓋就有人過嚟加水，嗌菊花茶做彼得白砂糖等等，主打一個你唔使講，佢照樣明，大家心照嘅分寸感，好貼心嘅。先生送個果盤俾你，哇，係送果盤啫，其實個果盤嘅意思係提你要埋單啊。哦，不明說免得你尷尬是吧？沒事，咱再坐會兒。先生仲有冇需要加單嘅？哇，還關心你有沒有吃飽，都係提醒你埋單嘅。再坐會兒。哇，唔得啦，一定要埋單走啊！怎麼啦？最後通牒，阿姨出嚟拖地啦，再唔走就你樣衰啦。